咁多位大家好，又係我張美雄啊！一直以嚟有唔少嘅街坊同我反映，將軍澳買餸真係好貴啊！幾時先有一個政府營運嘅公眾街市啊？其實呢個都唔係咩新消息嚟㗎。將軍澳公眾街市連政府聯用大樓1年幾之前已經喺立法會通過咗撥款，我亦都實地視察過，工程進度良好。按環生局局長嘅最新回覆，預計2028年就會正式落實啟用㗎啦。喺度亦都簡單介紹下呢一個項目先。將軍澳67區公眾街市連政府聯用大樓，鄰近將軍澳站，位於將軍澳中心同埋天晉 3A 之間嘅位置。大樓高13層，連2層地底嘅停車場。咁街市入面究竟有啲咩設施呢？公眾街市可以話呢個聯用大樓嘅主打，共有3層，預計可以提供約140個攤檔，包括71個大型攤檔、60個小型攤檔、2個活家禽攤檔，以及主要提供一啲輕食同埋外帶食物嘅10個熟食攤檔。當然，聯用大樓除咗公眾街市之外，亦都有其他嘅公眾設施，方便翻咁多位街坊啦。包括有地區康健中心、母嬰健康院、皮膚科診所、兒童體能智力測試中心、捐血站、長者鄰舍中心、長者日間護理中心、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等等啊。主要都係圍繞一啲社福設施啊、醫療設施為主啦。而最後亦都有不多於30% 嘅樓面面積政府部門辦公室啊，以及駕駛嘅朋友非常之關注、非常之渴求嘅公眾停車場啊。其實呢個政府67區聯用大樓連街市真係非常之惠及民生啊！聽到啲咁正嘅設施，真係流晒口水啊！我亦都會監察工程嘅進度啦，確保大樓2028年可以準時啟用完工啊！以及減低對周邊居民造成嘅噪音啊，或者其他方面嘅影響啊。你嘅意見係點？歡迎留言俾我。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請 like 同埋 share 呢條片，最緊要撳一撳鐘仔，訂閱我嘅頻道，一旦有新嘅影片可以即刻通知你啊嘛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